在了5车市场场检出到非洲猪只血栓阳性，这代表讲这病毒出现伫台湾啊。农业部下晡有举行中央灾害应变会议，部长陈俊贵就表示，目前全国75到80%的市场完成检测，全数正常。不过伊也讲，目前是较紧张的阶段，若准感染就会伫这个时间点来发病。沙坡顶面出现死烂去的猪仔，第三下晡，民众通报马祖北街钦比沙坡有海漂猪仔出现。防疫人员封锁现场，采样了后就地烧掉甲消毒，是毋是非洲猪只阳性也来检验？本岛继续是防毒疫情摊开。农业部讲，第一波市场检测已经完成75%到80%，拢无过样。不过对这阵起却是较紧张的阶段。潜伏期发病大概是4天到15天，目前正进入比较紧张的一个阶段。如果会开始发病，应该是在这个时间点会发病。近期200到499只猪的猪场必须通报的无正常死亡率是3%，不过5车市场死亡率拢已经超过30%才采检，深受所失的。但郑贵强调，现阶段无追究责任，而是爱全力来防堵。所来调降这个无正常死亡比例，300只猪的市场原本爱49只才通报，正式降到6只。我们更有警觉，在这个时间点，我们是用最高规格的方式去调查我们可能的这些病死猪，然后也会做必要的一个抽检。即阵病毒检测也伫进行，也未分离出病毒。不过现有的资料显示，毋是种族基因的病毒，而是较像普通流行的病毒株。还是属于第2基因型的一个非洲猪瘟的病毒株，在2007年首次进到欧洲之后，到了俄罗斯、到中国，以及到现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个主要的流行株。学者认为讲，这是防堵重要时期，一定要全力在第一时间该消灭，避免拖到野外。如果进一步的散播到野猪的族群，那台湾可能就很难成为非洲猪瘟的非疫区。因为野猪我们永远杀不完。农业部讲，山内无排除进行第2轮检查，也若对这摆无正常猪只互诊断为肺炎，真可能是非代表性症状造成第一时间是难以研判及时采检。农业部讲会制作图卡，凸显发病的特征，提供予饲猪的人甲现场的兽医师更加好用检查出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